皇上大佑，马丁文献报进京来咯。是正是，赶紧快选呐！是，太后有旨，选马丁文进报献京。太后有旨，选马丁文献报进京。定是。千秋，马贤强，赶紧天上不能准是。
天将。哎呀，好一个出胆重心的张老好啊！真好，那店一定要好好甲伊奉赏。皇上，张老好是一个错才，随便少一点啊，伊就感应不尽了。哦，是一个茶夫。金宝头啊，对，金宝头，类似出金宝头。这个金宝头乃是西方进贡，算是一件国宝，送我张老好，以示稳定。是马天魂现在这领下世良因。迄座皇上太后，文武百官齐齐叫门，要看红红娘。哦，太后，不能爱及时好相国服用，那无死去啊。不能是这件稀世珍宝，互各位贤卿大开一个眼界，也是我国的盛事。马贤卿，现在你一路辛苦，你暂退下。先顺势。瑞士在团将卿进京官报，遵旨。太后有旨，将卿进京官报。了解。见我万岁，太后千秋。平心。向我万岁，太后千秋。瑞士在大领将卿官报，了解。来注意大人啊，您得小心细腻啊！这2是500年出事了吧？是。
皇兄，何以太后？好，好，好，瑞师，啊，赶紧将宝能送往相国府，请相国服用。名是。哟，能哪叮当啊？呀，无非是我能显灵。是啊，启奏太后，这红红人乃是珍贵的宝物咯，宝物通灵，你食这宝卵吼，就需要大礼参拜，红口灵验啊！大礼参拜，红口灵验。大礼参拜，红口灵验。好啊，要拜就来拜，拜拜我上爱。好，瑞师，比礼参拜。名是。喂，大康300年8月8日，皇帝太后率领满朝大臣东拜宝卵。三我四海升平国运良，天主宝能为灵通，必有相国早康复。我调军神下上苍。一拜宝卵，二拜上天，三拜上国空后，四行上阳。哎，太阳，哎，太阳，太阳，这个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只乌龟仔啊！哇，乌龟仔呢，真高水，真高水！我遐你紧来看乌龟仔呢，这高水呢。后来出没。哎呀，边太阳不能锁住的。啊？不会马大人所以呢，不是红红卵，是乌龟卵啊！啊！哦，姑娘，是啊，咱军神竟然在拜这只乌龟仔哦！这哪有写啦？这是500年才出一只呢。你看，这是全国笑的啊！对啊，天主我命啊！一动电天宝，升天挑，引来灭瓜定我一片真心啊，如今是在其中言过是为何？莫非是从天无理，也是小人来讲，瑞士。其中言过，一种话查起，到水路上无法休。旋马天环，名是。
太后有旨选马天文这个真强。太后有旨选马天文这个真强。了是。可见我万岁太后千秋。马天文，你这乌瓜官，你也敢用乌姑娘来冒充红红娘？你该当后罪！朕万岁不敢。哼，马天文，你看这是何物？你见到错了，这就是你送来红红人。太后用乌姑娘斗我红红人，会是迷信啊！是谁讲？十三夜初眠张罗好，又该管官令牛江殿造枪为证，请太后明鉴。什么？原来这牛治官也是一个糊涂官，一个敢为张罗好的报公称信。是。马天文，现在定明你奉旨再往好了官，立战张罗好。神孙子，害你张罗好，可是叫你姓戆牛啊！穿龙袍以来，头一摆发号令，安尼唔叫成皇帝的模样。唔对，唔对，凤梨，母后，唔对，母后，我办唔着。杨经殿表彰也搁伫咧称赞张老虎，家境虽然贫困，却是为救相国的性命。红红人分文不出，既是如此，又何必着以假冒真，来冒着欺君罔上之罪？这红儿，随哀家到河乐关，插一个水路就出。哈，原来皇帝嘛无好做。拜告河乐关。了子。无好做啊！讲呀，你无好做啊！哎呀，大家唔是拢伫咧三市做啊？为着做皇帝啊，一个动干哥啊！哈哈哈！500年后啊，哎呀，做总统。或者是歹做啊！大家嘛是还搁伫咧三支做啊！哎，恁呐，家己看哈，到时啊，我惊又去汽车弄着啊！唔敢搁再倒徛你啊！看后面路啊，哈哈哈哈！咱们啊，走着瞧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菜，香罗拉只拜只拜。对啊，老好白啊！
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爷公也来拜请哥头，来来来。当日来家拜三拜，一定该会加消灾。来哦，进来拜哦，来来。要叫我如何算计，如何算计啊？敢是大老爷？草民拜见大老爷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是啊，大老爷。哎呀，天黑一边咯，这当中还个什么青天大老爷？大老爷。请坐哦。大老爷。我你的面色哪遮歹？面嘛黑一边咯。大老爷，要阮这内山斗底，啊！你顶日啊，才送皇上赐来的金宝头，啊！今仔日哪又搁再来？我是顾不你种才来的啊！哦，大老爷无小金卡，啊，唔知有啥物贵事哦。我是来看老虎伯啊，你好无？哦，好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时常哪会记阮这百姓？无怪百姓人人称呼大老爷是你。有晴天，晴天不敢当。牛也是牛啊！哎呀，大老爷拢是这么客气呀，凤梨呀。大老爷呢吼，搬山过岭吼，巴肚一定是真枵的。你赶紧去煮一锅番薯汤来请大老爷。是。免，老伯，唔免啦。哎呀，阮这内山人也无啥物好问啊。是受当不起，哎呦，莫气嫌，我就毋是气嫌，我要气嫌，菜无囡仔罔家强，这，哎呀！牛对骨，严赶紧宣读圣旨。算计！天，这摆哦，皇上又搁下圣旨，唔知要宣言什么？哎呦，紧接旨，紧接旨呀！皇天承运，皇帝诏我，金堂。
刁民丢龙府，莫讲丞相，欺君妄上，论罪该斩。斩！皇帝啊，咱都听唔到无？有听唔到，官老爷是讲，老爷，你拄则是讲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皇帝圣旨，予我杀无张头，定你罪大，恕我自己金波头。今你罪大。我的人头，老爷，为什么要替我的家人头？因为我知影，因为是皇恩浩荡，皇帝爱百姓啊。体谅我聪明，难对忠烈士，予我为贤能立心天下地。都是我三生有幸有福气，免让我这人无好死我很好好能好调调，一定相共面心。我强爱家的心。老爷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上张老虎，阿王行长，你敢违抗圣旨？马大人，我不敢。马大人，要无你片刻的时间，我的父女两人小死别一个，这嘛是人之常情啊！哼，好，还有什么话要交代？请讲。老伯啊！这这个皇太太啊，你也可怜好。
你看会出世事多坎坷。伊多欠你啊，互你啊关心，伊家己顾后，关心顾后。眼观四面，你听办法，看得明白，听得清楚，才要办到。阿爹，你敢会晓讲，阁袂晓做，这了来一场的大好。人上一粒的风风雨，就是你来抬头的向座，好你好。一定好相共。头一声爹爹。
我一定要替你伸冤。
冤枉，莫使好人不占心望。公公，毕竟那是河洛官兵牛经典，有怎么可以叫你造这么求叫皇上太后啊？你是牛地官，正是在此监候啊！是。太后有旨，宣河洛关、牛地关见驾。啊，咦呀！毕竟河洛关管领刘金殿参见50000岁太后千秋。牛经典，在依你的表象所讲，要若安尼，何故人是从何而来？毕竟也不知呀。啊？你也唔知？正是对婚后，对是哎，集团意志，刀下留人，将张老虎带回新门。娘子，太后有旨，刀下留人，带张老虎见驾。出面叩见皇上万岁，太后千秋。张老虎，你打起头来。哦，张老虎，朕问你，你敢有冤枉？皇上，出面无冤枉。难听咧！老虎伯啊，我千辛万苦为你平冤，是安怎？你家己叫衰无冤啊！大老爷，我拄则有受过咯。我只是人粗茶卖茶，吃饭啉酒，算是酒汤饭茶，世间真济，无差我一个啊！大老爷，你是一个清官好官，应该留起来照顾万民。不应就老伯啊！人伫咧讲冤有头是济有主，我是最该应的，怎可用杀无辜呢？好啦，大老爷，你是讲什么？皇上，老伯无罪，罪在面前。哎，皇上，大老爷无罪，罪在做面啦，罪在面前。好啦，这是抬头之罪，也毋是领讲领赏，有啥物通好烧钱的咧？是呀，要抬头也毋是要剃头。哎呀，你讲我钱，老伯，皇上，冤枉啊！启奏太后，外面村民为张老虎画冤，而且一名小女子抢去皇上所处的金宝头，要换回张老虎的性命。将化冤之人带上。遵旨。太后有旨，化冤之人见驾。写信梦醒，乃明冤。
丞相，是。奇怪，这个金宝头乃是西方进贡是一件国宝，正卡绝伦，为啥样会变成这款的模样呢？禀皇上太后，这个宝头并非是国宝，金宝头乃是本金婚的替宝头啊！啊！太后，这是皇上赐我出名的金宝头啊！阮阿爹也搁将伊当作是圣物，放伫咧忝头，每工三更清休，伫咧吊拜呀。好，背起，下太后，选马天文，是，太后有旨，选马天文见驾。也是。考起皇上太后千秋。马天魂，你竟敢用金宝头换成替宝头？太后，先将金宝头到太后的所有财产，令伊办好张罗好，不知为何来变成替宝头啊？传有在身，是，传有在身见驾。神有在身，参见皇上万岁，太后千秋。大刀。太后，有在身，你竟敢私吞国宝，该当何罪？臣罪该万死，臣罪该万死啊！有在身，金宝头摕去倒去。是，启禀皇上，我将迄件金宝头去拍一个金酒杯、金酒壶，还佫金禀太后，有在身，私吞国宝，论罪动手。是呀，来人咯！上有在身，押出去斩！官老，我有要讲，太后，讲，太后，我将金宝头换成替宝头，应该爱抬头。嫌我马大人伊用乌姑娘斗啊红红人，你有别讲。马天云，迄粒乌姑娘是我替你做的，你偷食红红人嘛是我亲目睭所看，你竟然敢讲我黑白讲，你竟然敢讲我黑白讲，你敢讲黑白讲？有在身，弟，来呀！将有在身，押出去斩！马天魂，你真大胆，竟敢偷牛换跳，欺阮妄想，论罪就是该斩！太后，小国卑微，神又是山上之塞，又下了红红人，令得忠心不辱，伤我三条，岂不是痛失良才，可笑死之啊！高官，你以为你吃的是红红人心？我甲你讲，你吃的是乌鸦人。乌鸦人，刘景典，你马大人，虽然将来失手拍破红红人，用乌鸦人历代土将满天过海，谁知影你呀？你爱偷食，宝玉，你想做那里的老目屎？不晓伤心的，
是红红呢。有遐伤心的事，朝廷如此腐败。太后，皇上，好好的一粒红红卵，送到朝廷，变成乌姑娘；金丝丝的金波头，送到百姓的手，变成铁波头。这条情若继续安尼落去，岂不是万民的悲哀吗？不着。一言流露江江不如爱如今社稷为患啊，是用社稷皇家求以为天下心平。红梨呀，一个之情，万民之爱如水，不可无心。你我要相安下顺，必须白转风情。贪污都绝尽，国祚自兴。立心谨记在心，皇帝，马天文你要如何处置？战！哎呦，哎呦！谁不叫谁？该死是刘将军啊！跳！心肝生性自性，口性自行。马天文有心作恶，意做事，陷害不敬。杨经典无心自国，知错认错，不惜品行。
待如水，不可不行。天地在手，英雄来命啊！放一粒红卵，收一个好结果啊！哈哈哈！神王啊，红红卵破去了，破去了啊！世间有红卵啊！神王啊，既然若是无红红卵，你啊为什么害阮安尼找到目青又目黄啊？恁敢是已经找到比红红卵好较珍贵的物件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红红卵是真古标。其中有时是中气家家真真是真家人间团结又团结哦。